你話啦，做乜咁睇唔開又翻教會啫？信仰你睇嘢都咁難，你仲周街去傳福音，而家仲叫我翻教會添？你咪真係咁唔得閒啊？你咪講過話唔翻教會嘅咩？你話啦，明明話3年，3年之後又3年，3年之後又3年，10年都嚟緊頭啦，肥佬，你幾時肯跟我翻教會啊？你對我態度好啲得唔得啊？你班 friend 入面啊，得我知道你係信耶穌嘅咋。你再同我講話翻教會，我 block 晒呢聯絡資訊，大家唔使聯絡，唔使煩。咁你想我點啊？唔通牧師自己喺教會玩手指啊？係咪咁樣同佢講啊？咁解散教會咯。你唔好唔記得啊，牧師以前幫你補過習噶嚇。咁最近教會有咩做啊？唔知啊。翻崇拜咯，傳福音咯，嚟緊編傳咯。編傳？而家傳福音係咪用四律㗎仲？仲有對科啊！咩啊？仲有對科啊！對科係乜？我真係唔知喎，你問牧師啊。